大家好，今日係5月18，星期四。咁就市咧就本來就冇咩特別嘅，因為指數跌百零點，曾經咧就受到美股琴日下跌372點所影響咧，喺初段咧係穿一穿個10天線，但係最終咧都係冇跌穿10天線，即係話個市咧根本屬於一個高台嘅正常嘅消化同埋整固嘅啫。如果相對今個月嘅低位係5號嘅24,358點嚟講，而家個指數都仲係250樓上，其實冇咩特別擔心。如果你講緊成個中期嘅走勢咧，個浪底係舊年10月28號嘅21,488，而家係25,000幾，即係屬於咬住個高台而不下。不過咁指數咧就冇咩驚恐嘅，甚至乎美股跌372點，港股都仲係百零點啫嘛，冇咩特別。因為主要成分股有少少反覆，但係唔肯點樣係大跌。不過咁喎，如果唔睇個指數咧，睇其他嘅熱炒嘅一啲科網啊相關嘅股份咧，今日就七彩啦。嗱，隻瑞星咧一路俾人質穿90蚊之後咧，最低見過81個幾，後尾喺3點半左右就停咗牌，停牌前係80零蚊嘅啫。咁啊，至於隻科通新城400咧，更加咧由10個零幾最低跌到落7個3毫幾。然後收市咧係戲劇性咁樣上翻10蚊，但係雖然係咁講啫，質破9蚊，質破8個半嗰一下，一啲散戶按捺不住追沽嘅條數就唔識計啦，係咪？咁啊 IGG 日中高低嘅波幅都2蚊啦，咁啊舜宇光學亦都如是，咁即係話成個板塊咧有少少咧係火燒連環城嘅，可以解釋嘅。因為個大市一路咧都係整固不前，有唔少股份完全咁樣喺個低位度持續喺牛皮拉腳。一帶一路有升過咩相關股份？冇啊！雄安新區相關嘅概念股跌咗落嚟就唔識升，大灣區嘅股份一樣如是。咁啊，傳統藍籌有啲係做得好嘅，港鐵啊創咗高位添啦，但係有幾多個啊係會買啊？買到嗰啲都走咗啦嘛，剩翻落嚟嘅。一路啊跟住一個政策去追買嗰啲咧，而家就全部坐住晒。例如好似早2日嗰個美圖啊會被納入 MSCI 10個零幾一路追上去嗰啲等食糊噶嘛，點知跟住就話啦唔被納入咪跌翻落9個幾啦，輸唔多好彩啊，但係10%就輸得冤枉啦。咁即係話咧，成個科技成個板塊我諗未來嘅估值咧係會略為修訂一下㗎啦。唯獨是騰訊，因為業績都仲係理想，持續都仲係高企，但係累積嘅升幅已經唔少㗎啦。而家再高追咧，似乎嚟講咧，真係要有個心理準備，股價喺高台上係有少少反覆㗎。起步點179蚊，你去到271蚊，你話升幾多？用計數機一計得到㗎啦。我唔覺得指數會大跌，但係唔係代表咧。揸住相關股份唔會輸得深。5月份如果你係持有例如好似係騰訊匯控嗰啲，咪梗係冇事啦。你持有港鐵更加賺錢啦。但係調翻轉頭咧，你係持有相關嘅舜宇啦、瑞星啦、IGG 或者相關嘅股份，如果喺高台買嘅話咧，而家呢分鐘真係窮㗎。所以5窮6絕，其實嚟講咧，呢個傳統智慧咧，好多時諗咧，真係好少少應驗。雖然唔係擺翻落個股市度啫，但係對一部分嘅股份的確係應驗咗5窮呢個效應啊嘛。咁好啦，市場嘅氣氛咧就開始有少少收斂咗，但係我又唔覺得咧會係跌得去邊。恆指一定要睇條10天線先，唔跌穿10天線，始終嚟講冇太大問題㗎。我仍然維持呢個睇法。好啦，咁啊聽日先再同大家傾。